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今日由 FedEx 舉辦嘅網上研討會。我係 Blank，係 FedEx APAC Global Trade Service Manager。好高興今日有機會咧同大家就兩個清關嘅話題做一個分享嘅。咁一個咧係歐盟關稅規例嘅一個更改啦。咁另外一個就係美國 CPSC 電子報關嘅一個要求。今日嘅第一個部分咧，我會同大家講解一下歐盟關稅規例嘅一啲更改嘅具體內容。咁關於歐盟海關關稅嘅改變呢，我會同大家介紹下最新嘅規例係乜嘢啦。以及咧呢啲變化會對你嘅貨件帶嚟咩影響，同埋咧 FedEx 會點樣幫你去全面咁保持合規。咁另外咧，我都會講解下英國嘅情況嘅，因為英國政策嘅節奏咧係同歐盟唔一樣嘅。咁事不宜遲，等我哋睇下今次歐盟喺成個關稅規例入邊有咩變化。咁早喺2021年嘅時候咧，歐盟咧就已經取消咗所有嘅低值貨物嘅一個增值稅嘅豁免㗎啦。咁亦即係話咧，無論佢嘅貨你入口到歐洲嘅貨價係有幾多，咁個相應嘅商品咧都要繳交增值稅嘅。咁呢一點咧喺今次嘅改變入邊咧係冇變嘅。咁嚟緊嘅改變咧係2026年7月1號開始咧，我哋會有一個喺入口關稅上面一個改變。咁喺目前咧，如果你嘅貨值係唔超過150歐元，咁入口到歐盟嘅時候咧係可以享受所謂嘅關稅豁免嘅。咁亦都係因為呢個關稅豁免嘅一個政策啦，就令到大量嘅低額電商嘅包裹咧就免稅入口到歐盟。咁呢個豁免咧將會喺2026年嘅7月1號結束。咁即係意味着咧，以後如果係低於150歐元嘅貨物進口到歐盟咧，都要除咗要繳交增值稅 VAT 之外咧，都要繳交對應嘅入口關稅。咁同呢個政策有關嘅有一個流程咧，喺呢度都同大家再提醒翻嘅。咁就係咧呢個 IOSS 喺歐盟嘅入口一站式服務嘅一個系統。咁呢個系統咧係允許一啲賣家或者平台喺結帳嘅時候咧可以代為去繳收150歐元以下貨物嘅增值稅。呢一個咧係可以幫助到入口到歐盟嘅一個貨物嘅申報咧更加嘅順暢嘅。咁呢個咧係點解我喺呢度再同大家再提醒下 IOSS 嘅呢個流程。咁跟住落嚟，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具體喺今次呢個歐盟關稅規例改變入邊會發生嘅一啲具體內容。咁呢個改變咧，其實係分兩個階段嘅。咁第一個階段，亦即係由2026年嘅7月開始，會即將採用一個臨時嘅一個制度。呢個臨時嘅制度咧，就係如果你係有低額嘅貨品，亦即係低於150歐元嘅貨物入口到歐盟，咁歐盟咧會按照一個所謂嘅3歐羅每一個 declaration line 嘅一個方法去徵收呢個入口關稅嘅。呢個 declaration line 咧就係你有代表咧你有幾多類嘅商品要申報啦。咁佢係按照每一個申報嘅一個 tariff 嘅 code， 即係一個關稅碼，係徵收每一個徵收3歐元嘅呢一個方法去徵收嘅。不過咧，呢個係有一個例外嘅。咁如果你嘅貨物咧係一個 B to B 嘅貨物，亦即係話咧你呢個貨物咧喺清關嘅時候，你係有提供到收件人嘅 VAT number 嘅時候咧，咁咧呢種情形下咧，佢係要按照你嘅商品嘅嗰個貨值啦，同埋佢對應嘅一個稅則代碼所指定嘅稅率啦，去計算對應嘅關稅嘅。咁呢個係一個例外嘅情況，要提醒下大家。咁喺第一階段之後咧，其實歐盟咧佢哋會有第二個階段嘅一個改變嘅。
咁呢個改變咧就係佢哋計劃喺2028年嘅時候，會有建立一個全新嘅歐盟海關數據中心。咁有咗呢個數據中心咧，佢哋就會有一個永久性嘅關稅管理條例去徵收任何貨品，無論係任何貨值嘅關稅。咁但係咧呢個細節咧，我哋而家仲冇收到任何嘅一啲 update。咁如果我哋有任何嘅一啲政策嘅 update 咧，我都會及時咁分享俾大家。咁跟住落嚟咧，就我想用一個例子同大家好快咁過一個，呢個關稅嘅改變對我哋帶嚟嘅具體影響係乜嘢咧？咁跟住咧，我會用呢一個例子啦，大家可以見到。假設咧，我哋有喺香港寄咗一件價值係100歐羅嘅一件 jacket 去到法國。咁喺2026年7月1號之前同埋之後，究竟佢有咩唔同咧？咁大家會見到啦，首先係 VAT 咧前後都係一樣嘅，要按照20%去徵收，咁即係20歐羅啦。咁跟住咧，大家可以見到喺7月1號之前，我哋係冇入口關稅嘅。但係咧喺7月1號之後咧，因為呢個係一件商品，一個關稅代碼，一個商品，所以佢徵收咗3歐羅嘅收費。所以呢個係最大嘅唔同啦，就係喺入口關稅上面。咁同時咧，呢度要提醒一下大家嚇，因為我哋有收到對應一個訊息，就係有可能喺某啲歐盟嘅國家咧，佢嘅清關嘅一個手續費，亦即係所謂嘅 handling fee， 有可能都會做一個改變。但係具體咧，我哋而家冇一個訊息，所以咧點解你會見到喺 handling fee 呢度咧，我哋都 remark 咗俾大家知道，可能會有增加，但係增加有幾多咧？我哋而家係擺咗一個少少嘅問號喺度。咁所以根據呢個例子，你就可以見到啦。咁喺發生改變之前，同埋發生改變咗之後咧，咁至少咧，我哋咧喺成個成本上面咧，就會增加咗3歐元左右嘅一個改變啦。呢個係呢個例子可以俾大家作為一個參考啦。咁跟住落嚟咧，我會好快同大家講下英國嘅情況。好多人都關心英國會唔會跟住歐盟喺呢一次做一個入口關稅嘅改變咧？咁可以好肯定嘅同大家講咧，英國係唔會跟隨歐盟嘅。咁英國咧就會仲維持住，如果係135英鎊或者以下嘅商品係免徵收關稅嘅呢個政策，一直會保持嘅。咁增值稅英國都開始徵收咗啦，喺2021年嘅時候。咁呢個喺相應嘅內容上面咧都係冇變嘅。咁根據英國政府咧喺2025年嘅秋季預算入邊確認嘅計劃咧，佢哋咧係計劃喺2029年3月之前，最遲喺2029年3月之前會取消低額入口關稅嘅一個減免。咁所以咧，呢個可能係我哋會見到嘅一個喺2029年3月之前會發生嘅一個改變啦。但係咧喺目前為止咧，雖然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方面咧，佢哋會呼籲英國政府要提前行動啊，提前改變啊。不過我哋而家仍然 confirm 得到嘅咧係2029年係官方嘅一個目標。咁建議大家咧可以繼續咁密切咁留意英國喺官方面嘅一啲指引啦。咁同時咧，如果我哋呢邊有對於英國有任何呢啲規例嘅關稅規例嘅改變咧，我哋都會隨時咁 update 俾大家嘅。好，咁跟住咧，我哋會再想同大家提醒下喺今次歐盟嗰個關稅稅例嘅改變上面，咁作為一個發貨人要特別留意啲乜嘢？咁首先第一點啦，咁無可否認嘅就係喺呢個改變咗之後咧，成個嘅到岸成本都會增加。咁由頭先嘅例子大家都見到啦，我哋會一件 jacket 嘅一個商品嘅一件貨物就會增加3歐羅。呢個係不可避免會增加到岸嘅成本㗎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好似我頭先分享咁，因為 IOSS 會有一個流程去幫呢個賣家去收 VAT，
時咧就會帶嚟更快捷嘅一個清關嘅手續。咁所以咧，我哋會預計到咧 iOSS 咧可能會更有吸引力，會有更多嘅客人希望去登記iOSS。咁最後咧，我哋呢度都要提醒下，因為呢個改變咧會涉及到咧關稅嘅計算，咁有時候咧有啲信息係會影響到關稅嘅計算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寄件嘅時候咧，要特別注意數據嘅準確性啦。咁有幾樣嘢特別要注意嘅，就係產品嘅描述啦、HS code 啦、申報嘅價值啦，同埋咧呢度我會同大家提醒一下，就係有一個關於產品識別碼嘅一個新嘅要求。咁我哋呢度咧係收到歐盟一個通知。就係歐盟政府咧，會喺每一次清關嘅時候咧，都要客人提供呢個產品識別編碼。佢係涉及咗3個所謂嘅數據項嘅。咁但係咧，具體呢啲數據項嘅定義係點樣咧？我哋而家仲未有一個好清楚嘅指引。咁如果之後我哋有任何嘅一個update 咧，都會分享俾到大家噶啦。OK， 咁跟住落嚟咧，我諗要再同大家總結一下咁作為一個發件人你喺寄件去歐盟嘅時候要注意啲乜嘢啦？咁首先咧，第一樣咧，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咧，就係有一個非常之準確嘅商品描述要寫清楚商品嘅名稱，唔可以淨係寫禮品或者商品呢啲比較模糊嘅一個 description。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大家要提供每一件商品嘅 HTS code 因為 HTS code 咧會影響你關稅嘅計算嘅。咁首先，如果你係B2C 嘅，咁佢係根據你有幾多行、幾多個 HS code 嚟計算你嘅稅率嘅。咁如果你係一個B2B 嘅貨物咧，咁佢係根據嗰個 HS code 下面嘅商品去決定佢個稅率嘅。所以咧 HTS code 咧喺成個清關嘅過程當中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信息嚟㗎。咁跟住大家當然啦，如實緊去申報你嘅原稅價格啦，同埋一啲貨品嘅原產地啦。因為咧海關咧都會核實呢入邊嘅一啲信息㗎。咁最後咧就係我頭先特別提醒大家嘅，會有一個新嘅要求，叫做一個產品識別編碼㗎。咁大概嚟講咧，會有3個額外要嘅一個數據項。咁呢啲數據項嘅具體定義同埋佢嘅要求我哋都而家冇清楚嘅指引。咁如果我哋有任何嘅 update，都會隨時咁分享俾大家。好，咁最後咧，我想同大家再分享下 FedEx 咧都係好積極咁做一啲改變，希望可以支持到大家去應對呢一個變化嘅。咁首先咧，我哋會對我哋嘅數碼工具咧做一個更新。咁我哋嘅 FedEx Ship Manager 同埋我哋嘅 API 界面咧都會進行 upgrade。咁 upgrade 咗之後咧，我哋係可以支持一啲新增嘅一啲數據項嘅欄位啦。咁大家可以透過呢啲工具咧，將對應嘅數據提供俾我哋。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會準備一啲合規嘅指南，會提供俾大家啦，包括一啲指引啦，咁點樣幫助你去揾正確嘅 HS code 啦，點樣去登記 iOSS 啦，同埋點樣令到清關更加順暢啦。呢個我哋會提供一啲指引俾到大家。咁第3樣嘢咧，就係喺呢個法規不斷咁更新啦。咁我哋會密切咁了解歐盟佢直至到2028年之前嘅一啲變革嘅一啲細節。咁我哋有任何嘅 update 咧，都會及時咁同步俾大家嘅。咁最後咧，喺清關方面咧，我哋 FedEx 咧係有非常豐富嘅專業經驗。咁我哋會想簡化入口嘅流程，咁盡量幫大家咧可以確保貨物嘅順利通關，咁令大家每一次嘅託運咧都安心。所以咧，希望呢度咧大家可以繼續留意 FedEx 同埋相關嘅一啲政策嘅更新。OK， 關於歐盟關稅政策嘅改變咧，我哋就講到呢一部分啦。
咁跟住落嚟咧，我會同大家分享第二部分，就係美國CPSC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e-filing 電子報關嘅相關要求。有唔少嘅客戶咧，最近都喺度留意緊美國 CPSC e-filing 電子申報嘅要求啊。咁呢一個要求咧，係喺2026年嘅7月8號正式開始實施嘅。咁佢可能會影響產品嘅出貨啦、申報啦，同埋相關嘅重點嘅流程。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梳理下改變係乜嘢啦，咁幾時開始啦，會帶嚟咩影響啦？我會想同大家做一啲分享嘅。咁大家要特別記住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時間點，就係2026年嘅7月8號，因為由呢一日開始咧，美國入口申報咧就會有新嘅變化啦。咁大家咧都要關注住呢個時間，提前做好相應嘅一個準備。好，事不宜遲，咁等我而家同大家再分享下咩係 CPSC， 同埋佢嚟緊會發生嘅改變係乜嘢啊？CPSC 咧其實咧就係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咁佢哋係主要負責咧一啲家用啊或者消費品嘅一個安全監管嘅。即將嚟嘅改變咧，就係喺2026年嘅7月8號開始咧，所有 CPSC 嘅監管嘅產品，如果要入口到美國咧，都要透過美國嘅 CBP 喺提交呢個喺佢哋嘅 ACE 系統度提交呢個入口報關嘅時候咧，要同時咧提交一啲相應嘅信息，完成 CPSC 嘅電子申報。呢個就係對應嘅一個改變啦。咁呢項改變，大家而家都清楚啦。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入口商，有貨物係受 CPSC 監管嘅，要入口到美國，就會受到影響啦。所以咧，客人咧第一步咧就要去了解，你個貨物咧係唔係屬於 CPSC 監管嘅？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步驟嚟㗎。咁跟住落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去知道貨物受唔受 CPSC 監管呢？咁呢個咧係我想分享俾大家多啲嘅一啲相關嘅信息。咁 CPSC 咧，佢通常咧就會規管以下幾類產品嘅。第一類咧係兒童以及嬰幼兒嘅產品，例如玩具啊、嬰兒睡眠用品啊、嬰兒車啊，呢啲都會受到 CPSC 規管嘅。咁第二類咧，如果係一啲服裝或者鞋類嘅貨物咧，都係屬於 CPSC 規管嘅。咁第三類咧，如果係一啲家具或者家庭用品，譬如床褥啊、地墊啊，呢啲都係受到規管嘅。咁第四類咧，就係如果係涉及電池同埋一啲火災風險嘅產品，譬如話一啲紐扣電池啦、一啲打火機啦。呢啲係受到規管嘅。咁最後咧，如果係一啲休閒啊，或者係一啲戶外用品啊，譬如話單車啊，一啲單車嘅頭盔啊，都係受到相應嘅規管嘅。咁 CPSC 咧，佢所規管嘅貨品或者商品嘅內容咧，係涉及到2500個 HTS code。咁喺嚟緊嘅7月8號，亦即係所謂嘅第一階段咧，將會有差唔多係600個 HTS code咧，係必須做 e-filing 嘅申報嘅，亦即係必須提供額外信息去向 CPSC 申報對應嘅一個信息嘅。所以呢個咧就係主要嘅一個影響到嘅一啲貨物啦。咁大家咧可以登錄我哋喺呢度分享嘅 CPSC 嘅一個網站，喺上面咧大家就可以清楚咁查詢到，邊600幾個 HTS code 係第一階段係會受到監管嘅。好，跟住落嚟咧，我想同大家再分享嘅咧就係呢次嘅改變主要有邊啲關鍵嘅變化啦。咁關鍵嘅變化咧就係喺2026年嘅7月8號之前，咁 CPSC 咧而家嘅一個監管咧，佢係一個抽查形式嘅。佢會抽查佢監管嘅貨品。咁一旦被抽查中嘅貨品咧，咁
咁對應嘅入口商咧就需要提供一啲額外嘅資料同埋文件去完成 CPSC 嘅審核。呢一個係而家佢哋做緊嘅一個監管方式。但係由7月8號之後咧，咁佢哋就會改成一個 e-filing 嘅一個要求啦。咁 e-filing 咧就唔係抽查啦，係只要頭先講到嘅600個 HTS code， 佢如果喺系統都識別到咧，你就需要提交額外嘅信息。如果唔係咧 ，CPSC 咧就冇辦法通過審查啦。所以咧呢個係最關鍵嘅一個變化，想同大家再分享下。咁大家可能聽到呢度就會好奇啦，咁呢個新規例之後，對我哋嘅影響係乜嘢咧？呢一度咧，我會再喺呢度總結提醒一下大家。首先咧，喺呢個邊啲客人係受影響方面咧，我頭先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如果你嘅貨物係喺嗰600幾個 HTS code 受 CPSC 監管嘅情況底下咧，你係需要提供額外嘅信息嘅。所以係 CPSC 嘅貨物入口商，如果對應嘅商品係喺入邊嘅咧，你就會受到影響。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喺呢個影響之下咧，你係要提供額外嘅信息㗎。咁大家就要提前對啲額外信息做一啲準備咯。咁如果你嘅信息或者相應嘅一啲材料咧係唔全嘅時候咧，就有可能會對你嘅貨物嘅清關咧帶嚟一啲影響。咁同樣啦，呢個都係一個機會。如果你可以提前準備好對應嘅信息同埋資料咧，咁對應嚟講咧就係一個合規同埋一個快速清關嘅一個機會啦。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改變同埋提醒俾到大家。咁大家可能喺呢度就會好好奇，咁究竟我要提供邊一啲額外嘅信息咧？咁喺呢一度咧，我會同大家再講得再詳細啲嘅。咁其實提交信息額外嘅信息咧，俾 CPSC 咧係有2個方法嘅。第一種方法咧，我哋係叫做唔提前登記。咁每一票貨咧都單獨去提交 CPSC 嘅信息。咁呢一種方法咧係比較適用於一啲咧公司咧，佢入口嘅 CPSC 貨物唔多嘅一個情況底下，或者佢個頻率係比較低嘅一個情況底下。大家會見到喺呢一種方式下邊咧，你係要提交咧俾 CPSC 嘅。喺呢一種方法下邊咧，每一次都需要提供大量嘅數據項。咁呢個係唔係一個非常之方便嘅操作？咁都係點解我哋建議話，如果你嘅 CPSC 嘅貨物嘅頻率低嘅時候，先至採用呢種模式啦。呢個係第一種方法。咁第二種方法咧，就係咧，如果你可以去到 CPSC 嘅網站，提前咁完成商品嘅或者產品嘅一個登記咧，就可以用一個簡化申報嘅一個路徑啦。咁呢個喺呢一種方法下邊咧，其實對於完成登記嘅商品，每一次入口嘅時候咧，只要額外提供3個信息就 OK 啦。呢個對比之前一個方法咧，其實係少咗好多數據項要去提交嘅，係比較便利嘅。所以咧呢種方法咧，我哋係建議如果一啲CPSC 貨物入口頻率比較高嘅一啲客人咧，係採用呢一種方式去做一個預登記啦，同埋去做一個簡化嘅申報嘅。咁大家一定會好奇啦，咁我點樣去完成呢個預登記呢？咁跟住落嚟咧，我會有更多嘅一啲分享俾到大家。完成 CPSC 嘅一個產品嘅登記咧，其實可以分開4個步驟嘅。第一步咧就係去到 CPSC 嘅網站，去建立一個公司嘅一個 business account， 即係一個商業帳戶啦。咁跟住咧就要針對你個產品去睇下，要完成嗰相關嘅登記，需要提供咩資訊同埋乜嘢證明或者乜嘢說明書。咁喺準備好呢啲資料之後咧，你就可以對應咁提交俾 CPSC 啦。
咁跟住咧 CPSC 喺收到大家嘅提交之後咧，喺第三步呢度咧，佢係需要有4到8個星期去審核相關嘅一個資料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如果成個審核係通過咗咧，你就會攞到一個相應嘅一個 Registry ID 啊，同埋 Registry Certifier ID 啊呢啲信息㗎啦。要再提醒下大家啊，因為我哋成個生效嘅時間咧係7月8號，咁當中咧呢種申報嘅一個模式咧係要用到4到8個星期嘅，所以咧大家咧最好咧要及早咁準備好預申報。如果係你想採用呢種模式嘅話，好，呢個咧就係CPSC 對應嘅一啲信息嘅分享。咁最後咧，我會提醒下大家喺呢個變化下邊咧，有邊啲嘢要着手開始做啦。咁最緊要係有4個方面啦。第一咧，建議大家咧就要開始整理而家你有邊啲商品啦，睇下邊啲商品咧會唔會涉及到 CPSC 嘅監管。同埋咧，第二樣嘢咧，大家要開始計劃，針對自身嘅一個業務情況咧，要去睇下你要揀邊一種申報嘅方式，同埋開始要準備起身咯。對應嘅一啲資料啊，如果係要預申報嘅話，或者提前註冊嘅話，係要準備啲咩嘢？幾時開始啊？呢啲都要開始準備啦。咁最後咧，當然呢啲所有嘅嘢咧都要落實為大家內部嘅一個相關流程啦。咁大家嘅一個流程 SOP 越早 ready， 咁就越能夠喺開始改變嘅時候咧，成個執行咧就更加嘅順暢啦。呢個係喺呢度咧會想提醒到大家要去做嘅一啲 action plan。咁最後咧，當然喺客人嘅一個準備過程當中咧，FedEx 會繼續咧為客戶提供支持嘅。我哋會有專業嘅一個報關服務嘅經驗啦。咁我哋咧都會盡力咁去了解一啲細節關於呢個法規嘅一個變化，咁提供更多嘅指引俾到大家。咁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嘅話咧，係可以聯繫到大家專業嘅嗰個客戶服務團隊嘅。咁同時咧，如果你有任何嘅一啲更多嘅信息想了解嘅話咧，都可以登錄到 CPSC 嘅網站。我今日要分享嘅內容咧就差唔多啦。希望頭先嘅內容咧可以幫助大家對歐盟關稅規例嘅更改啊，同埋 CPSC 嘅 e-filing 咧電子申報咧嘅新規例咧有更清晰嘅了解，亦都方便大家咧可以及早咁開始準備應對相應嘅改變。咁多謝大家啦，拜拜。